美國生育率持續低迷，經濟壓力與政策博弈下的社會挑戰。多維透視2025年美國出生率新動態。香港新聞網綜合報導，截至2025年4月，美國生育率持續接近歷史最低水平，引發社會對人口結構與經濟可持續性的廣泛擔憂。本文綜合多方數據與政策動向，解釋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及潛在影響。1. 生育率數據再創新低，人口結構警報拉響。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最新報告，2024年美國出生嬰兒數量為362萬，雖較2023年略增1%，但仍為1979年以來次低水平，且總生育率僅每千名育齡女性54.6個孩子，遠低於人口替代水平2.1。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，美國生育率長期呈下降趨勢，僅2014年短暫回升，此後因經濟波動與社會壓力加劇，年輕女性推遲生育現象普遍，首次生育平均年齡已達27.5歲。專家指出，生育率低迷不僅限於美國、歐洲、東亞等地區，亦面臨類似困境。聯合國預測，全球生育率將於本世紀末進一步下滑。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恐加劇經濟增長壓力。2. 多重因素交織，職場困境與經濟負擔成主因。芝加哥大學學者貝吉奧唐內克芬頓研究顯示，女性選擇不生育的關鍵原因包括： 1. 職場支持不足，美國缺乏帶薪產假與可靠托兒服務，43%女性因育兒被迫中斷職業生涯，導致年收入減少39%。 2. 生活成本高企，兒童保育費用年均超$10,000，半數家庭難以負擔，迫使女性推遲或放棄生育。 3. 社會價值觀轉變，年輕世代更注重教育與事業，對未來經濟穩定性與氣候變化等議題的憂慮亦影響生育意願。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進一步證實，美國人理想子女數長期穩定，約2.1個，但現實障礙使實際生育率僅1.71，創1970年代以來新低。3. 政策應對，兩黨博弈與國際經驗。為扭轉頹勢，美國政府提出多項措施。拜登哈里斯政府投入逾400億美元發展護理經濟，擴大托兒補貼與社區服務，旨在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。川普政策倡議，已推嬰兒獎金計劃，向每位新生兒母親發放$5,000，並鼓勵婚姻與多子女家庭，但專家質疑其短期效果。相較之下，法國與北歐國家通過帶薪產假、最長480天、普惠托兒等政策，成功維持較高生育率，顯示政策支持對緩解生育壓力的關鍵作用。4. 國際連鎖反應，赴美生子潮遇政策寒流。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簽署行政令，以取消出生公民權，引發中國等生育旅遊大國恐慌。加州月子中心預訂量驟降，孕婦轉向加拿大等國，部分家庭更提前剖腹產以規避政策風險。儘管聯邦法院暫緩該行政令，法律專家普遍認為修憲門檻極高，但入境審查趨嚴已成現實，進一步打擊國際生育旅遊產業。5. 未來挑戰，人口老齡化與經濟隱憂。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警告，低生育率將導致勞動力萎縮，加劇社保體系壓力，並拖累人均收入增長。特斯拉 CEO 馬斯克更直言低生育率威脅人類文明，呼籲正視人口危機。
結語：美國生育率低迷是經濟、文化與政策失衡的綜合產物，需跨部門協作改善職場環境，降低育兒成本，並借鑑國際經驗構建支持體系。若政策未能有效回應，人口結構惡化或成美國長期發展的灰犀牛風險。相關數據來源：美國 CDC、芝加哥大學研究、聯合國人口報告、白宮政策文件。編輯：香港新聞網綜合組。